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水樂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長者離婚、公屋分戶嘅安排。夫妻走到白頭，但係面臨婚姻嘅破裂，除咗感情嘅考驗之外，仲要面對現實嘅居住難題。近日有網民就發表文章，就幫年屆70歲嘅長者朋友求助，指兩老目前就同住公屋，並且係辦理緊離婚手續。由於男方就係單位嘅註冊戶主，事主就不禁憂慮喺完成手續之後，究竟邊個就會面臨被要求遷出嘅命運。內容都有講到，就係兩公婆其實都已經70歲，辦理離婚手續。男方就係戶主，咁究竟邊個需要遷出單位呢？同埋遷出之後就會即時無家可歸，而且現時出邊租樓多數都唔會再租俾70歲嘅人士，咁究竟點算呢？70歲公屋嘅夫婦離婚嘅時候通常都唔涉及子女嘅撫養權，雙方都可以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申請公屋分戶，又或者係要求繼續承租單位啦。咁而房屋署就會基於雙方嘅年齡、經濟狀況、身體健康等等，同埋是否為原登記嘅戶主等等嘅因素去綜合評估，就唔會要求任何一方即時遷出而導致無家可歸嘅。對於年屆70歲嘅公屋夫婦嚟講離婚通常都唔會涉及未成年子女嘅管養權嘅爭議，所以最核心嘅恐懼就在於會唔會失去容身之所。由於坊間私人市場往往就唔願意將單位就租俾高齡嘅長者，咁所以呢一種焦慮嘅情況就會更加強烈啦。而房署喺處理長者離婚嘅個案嘅時候，都會基於合情合理同埋酌情處理嘅原則，署方就會綜合評估雙方嘅年齡啦、經濟狀況、身體健康狀態、自理能力同埋邊個先至係原登記戶主等等嘅因素。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喺離婚手續至到法庭頒發絕對離婚令完全辦妥之前，房署係絕對唔會要求任何一方即時遷出嘅。若果兩老都係冇仔女，又或者仔女已經成年遷出，咁就可以透過以下3個途徑去解決居住嘅問題，例如係內部協商同埋戶籍重整。若果雙方冇辦法達成共識，房署就會審視雙方嘅條件。通常情況之下，若果冇特殊嘅理由原戶主都可能就會較有優勢去保留單位，但係署方都會視乎另一方嘅健康同埋經濟需要而作出最終嘅決定。另外就係社會福利署嘅體恤安置啦，呢個都係長者關鍵嘅保護網。若果離婚導致其中一方，尤其是係非戶主嗰方會陷入嚴重嘅居住困境，並且無力負擔私樓嘅租金，咁就可以向社會福利署嘅家庭及兒童保護服務課，又或者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去揾社工尋求協助。經過專業評估，證實有迫切嘅住屋需要嘅話咁社工就可以推薦透過體恤安置去編配另外一個公屋單位。而另外就係長者優先配屋計劃啦。若果其中一方必須要遷出並且具備申請公屋嘅資格嘅話咁年滿60歲嘅長者就可以選擇透過房委會嘅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去重新輪候。房署喺處理呢一類因為離婚而衍生嘅長者申請嘅時候往往都會提供一定程度嘅協助同埋指引嘅。而對於一般家庭，尤其是係涉及未成年子女嘅家庭房署喺處理租約同埋重整分戶申請嘅時候，都會嚴格遵守3大嘅原則。第一就係以子女嘅福利為絕對嘅依歸，租約會撥歸於幾乎必定係優先考慮擁有未成年子女管養權嘅嗰一方，以確保兒童嘅成長環境唔會受到影響嘅。第二就係不主動干預分居以及訴訟期，只要雙方仍在辦理離婚訴訟房署就唔會主動介入或者係強行要求任何一方遷出。雙方需要自行協商分居期間嘅住宿，避免行政手段壓垮咗呢一個婚姻危機嘅家庭。
第三就係嚴格捍衛公共資源，即使符合分戶嘅條件，申請額外嘅公屋資源呢嘅嗰一方呢，都必須要透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啦，同埋住宅物業權審查等等，以確保資源留俾真正有需要嘅人。而離婚公屋安排最複雜嘅地方呢，就在於每個家庭嘅組成都唔同，管養權嘅判決結果會直接決定咗公屋嘅歸屬。以下呢，就係4種主要嘅情景同埋詳細分析。情景一就係唔涉及額外嘅公屋資源呢，喺一方獲得所有子女管養權或者係戶籍內有其他認可住客，例如成年子女或者係父母願意跟隨一方呢，咁租約就會撥歸於獲得子女管養權或者係有認可住客跟隨嘅一方，而另一方呢，就必須要遷出。若果屬於共同管養權呢，咁法院呢就會判定同子女同住嘅一方呢，就將會獲得保留租約。情景二就係雙方都各獲得撫養權，就會變成一戶變兩戶人啦。夫婦各自獲得配有1名或以上嘅子女嘅管養權嘅話呢，又或者雙方嘅戶籍入邊都有認可住客願意分別跟隨，咁雙方呢都會有機會各自獲得一個公屋嘅單位，亦都即係成功分戶啦。咁呢一個情況係有極高嘅門檻，因為需要同時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啦，同埋住宅物業權審查。情景三就係無法通過資產或者係入息審查，喺符合情景二嘅條件，但係其中一方或者係雙方嘅入息資產超額，咁就會安排未能通過審查嘅一方呢，就必須要遷出。若果雙方都唔通過有關審查嘅話呢，都需要自行解決住屋問題。因為呢一個呢，就係觸發咗公屋嘅富戶政策，咁所以有關嘅審查呢，就會極為嚴格嘅。情景四就係冇管養權並且單身，離婚後員工沒有獲判子女嘅管養權，而戶籍入邊亦都冇其他認可住客願意跟隨嘅話呢，咁呢一名單身人士就必須要遷出原有嘅公屋單位，而佢呢亦都可以申請中轉房屋，同埋利用單身名冊去重新輪候。咁呢一個喺之後嘅部分都會介紹。咁所以若果喺離婚之後向房署申請多一個公屋單位，亦都即係剛剛提過嘅情景二啦。咁申請人同埋家庭成員呢，就必須要通過極為嚴格嘅審查。喺近年公屋富戶政策不斷收緊嘅趨勢之下呢，呢個呢都會成為分戶嘅最大阻礙。首先呢，就係全面嘅經濟狀況審查啦，入息限額就係雙方各自家庭總入息都不得超過現行公屋申請嘅入息限額嘅5倍。另外，資產限額雙方各自家庭嘅總資產淨值都不得超過現行公屋申請資產限額嘅100倍。而有關住宅物業權審查方面，雙方同埋戶籍內嘅所有家庭成員，由申請至到獲得配公屋單位嘅期間，都絕對唔可以喺香港擁有任何物業，包括聯名物業、未補地價嘅居屋等等。若果任何一方擁有私人樓宇，都會即時喪失分戶同埋繼續租住公屋嘅資格。有關分戶失敗嘅補救方案方面，若果因為冇子女嘅管養權，或者係未能通過審查而面臨被要求遷出公屋嘅命運，而遷出者都並非立即走投無路，香港嘅房屋階梯仍然都提供以下嘅補救機制。第一就係新界補填中轉房屋，若果遷出者真係冇辦法喺私人市場另覓居所嘅話呢，而佢本身亦都符合公屋申請嘅資格，咁就可以向房署申請暫住位於屯門寶田中轉房屋嘅1人單位，以解決燃眉之急。第二就係單身輪候冊登記，縮減輪候時間。遷出者可以透過非長者1人申請者嘅名冊重新登記輪候公屋，房署會酌情扣減佢嘅輪候時間，扣減幅度就相等於佢原公屋單位合法租住嘅年期，最高可以獲得扣減3年。第三就係利用綠表資格去購買資助房屋，喺租約重整嘅期間，若果符合資格，部分人士可以嘗試以綠表嘅資格去申請購買居屋或者係綠置居，作為轉換居住環境嘅另一出路。
而標準嘅處理程序方面，喺辦理離婚同埋處理公屋事宜嘅時候，切忌喺法律程序未完成之前就草率簽署放棄戶籍嘅文件。要留意呢，就係維持現狀啦，喺訴訟嘅期間保持冷靜，無需要急於向房署交回單位。另外就係需要取得法庭嘅命令啦，必須要等待家事法庭頒發暫准離婚令，進而取得絕對離婚令啦，以及關於財產分配同埋子女管養權嘅最終法庭頒令。第三就係面談同埋資產申報帶齊上述嘅法庭文件啦，加上身份證明文件、資產同埋入息證明，可以向所屬嘅屋邨辦事處嘅主任面談，辦理租約更改或者係分戶手續。若果長者有經濟困難呢，就應該及早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法援處理離婚同埋贍養費嘅訴訟。而喺處理家暴個案方面，若果離婚係因為家庭暴力而引起嘅話呢，咁受虐嘅一方無論有否有仔女呢，若果繼續同施虐者同住嘅話呢，都會有生命危險嘅。咁所以絕對唔需要等待漫長嘅離婚訴訟結束先至處理嘅。咁通常處理嘅方法呢，就係受害人呢就立即報警，並且尋求社署或者係非政府機構嘅庇護。另外就係安排有條件租約，經過社署或者係法庭推薦，房署係可以因率向受家暴個案而辦理正式離婚嘅一方，預先批出有條件租約，編配另外一個臨時公屋單位，以供給佢同仔女安全居住，等待法庭正式頒發絕對離婚令同埋落實管養權之後，咁呢一個臨時租約呢，就可以轉為正式嘅公屋租約。咁所以大家如果對於以上提及嘅情況有任何查詢呢，記住可以向翻房署嘅屋邨辦事處啦、家庭及兒童保護服務課啦，同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等，去尋求社工嘅協助。最後都提一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當中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開啟通知，咁就可以掌握最新嘅福利同埋政策資訊啦。亦都歡迎留言、讚好、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